你眼中嘅順利村係點樣㗎？只係一個住嘅地方，定係其實仲有好多未發掘嘅故事同可能？一班順利天主教中學嘅中三學生上咗10節藝術城設計思維課程，由觀察身邊嘅社區出發，設計屬於自己嘅社區項目。呢個就係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創乜同學院2025至2026在校研習室社區創面者，由2位導師、6位共學夥伴同21位同學同行，創造出6個由學生主導嘅社區項目。有同學留意到順利村曾經存在一個以鐵皮製作嘅小巴站，做咗一個叫鐵皮驛站嘅桌遊，以遊戲道出小巴站同司機嘅有趣事。一餐午餐乘6年中學生每年上課日不少於190日，等於1140餐午餐。有同學製作咗順利村揾食地圖，致力為肚餓嘅同學製造1140個美好時光。有同學為順利村嘅雀仔出頭，創作一本叫《了解順利》嘅先，為雀鳥所謂嘅無緣無故死亡作出平反。有同學搞咗個順利村輪椅大賽，等大家親身坐上輪椅喺村入邊競賽一圈。原來每一個小梯級同轉彎都可能暗藏危機。有同學搞咗個13歲的結界柏亨特工任務，由一條問題出發，公園寫住專為5至12歲而設，咁13歲嘅我哋仲可以喺村入邊有咩玩？有同學設計咗親子出行體驗路牌，用小朋友視角去設計路牌，諗下點樣令順利村嘅親子出行更安全。呢6個學生社區項目將會喺2月28日變成1日體驗活動，用6種視角帶你重新認識順利村。上嚟玩，記得密切留意我哋 MAD 嘅活動動向啦！